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嘎夏发表公开声明，阐明对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立场；嘎夏谴责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危及藏人生命；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日本为期1周的访问。联合国会员国关切中国在西藏实施的镇压政策。驻澳洲与台湾代表出席抗击中共暴政、捍卫民主为题的研讨会。驻北美办事处召开第20届北美藏人协会年度会议。驻布鲁塞尔代表参加比荷鲁起点大学举办的高管课程。自愿游说西藏小组成员向联合国提交请愿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本周一9月26号发表公开声明，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对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官方立场。嘎夏在公开声明中强调，中国政府近来在西藏各地通过各种方式向西藏僧俗民众就有关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尤其就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进行歪曲欺骗宣传，并且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不仅在国内外引起议论，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迹象。基于此，嘎夏认为有必要就此议题阐明自身的立场。嘎夏还在这份包含6条内容的声明中明确指出，转世巡防认证制度是西藏最独特的宗教传统，其前提是必须承认和接受生命有前世与来世的观念。声明进一步强调，基于达赖喇嘛尊者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转世问题发表的讲话和公开声明，未来有关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一切相关事宜，也只能由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做出决断，任何政府和个人及团体均无权干预。与此同时，在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政府对西藏爆发的新冠疫情管理不善的报道传出后，藏人行政中央在本周一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向被迫待在拥挤的隔离设施中、缺乏医疗用品、食物和生活条件差乱的藏人提供及时的援助。嘎夏在新闻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藏人行政中央向境内藏人提供增强免疫力的药剂、藏药、医疗设备、护士和志愿者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境内藏人抗击疫情。嘎夏还敦促中国政府充分接受境内藏人提出的不满和公开批评，并保护他们不因对政府管理不善的诚实意见而遭到报复。根据总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警告那些在疫情期间因政府管理不善而提出批评意见的藏人，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执行严格的清零政策，仅在9月23号至25号期间，仅在拉萨市就有5名藏人被迫跳楼自杀。中国政府于今年8月8号首次公开宣布西藏发现首个病例，随后宣布在拉萨和阿里发现有22例阳性病患。嘎夏在声明中强调，当前仅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就大约有53076名藏人被强行关押在隔离中心。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9月28号圆满结束对日本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后，返回达兰萨拉。司政边巴次仁在完成对东京的各项行程后，于上周四9月23号参访了千叶县的立泽大学和千叶工业大学，并向上述2所大学的师生发表了西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及国际背景下的西藏问题为题的演讲。
9月23号，司政出席了在东京的文津市民中心举行的西藏、东突厥斯丹和南蒙古中共统治下被占领国家建立共同点为题的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日本国会议员智囊团体的代表、东突厥斯丹和南蒙古代表以及日本媒体人士出席了研讨会。结束会议后，司政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与来自日本12家主流媒体的记者进行了互动。在访问日本的最后一站，司政便把次人访问了驻日本办事处办公室和埼玉医科大学，并会见了流亡日本的藏人，以及埼玉县和全日本12个主要的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和成员、西藏之家支持者、赞助人士、志愿者以及其他重要人士。另外，正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常会上，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在西藏实施的系统性镇压政策表达严重关切，包括美国、丹麦、德国、瑞典、瑞士、立陶宛和欧盟在内的27个成员国的代表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对言论自由方面实施的严厉控制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来自日本、冰岛、芬兰、荷兰、卢森堡和英国的代表，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相续对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甘丹措姆女士代表受威胁民族协会在第51届常会上发言，提出了中国对西藏的疫情管理不善的问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呼吁中国为感染新冠病毒的藏人提供及时的医疗设施，并呼吁安理会听取50多位联合国独立专家在2020年6月共同发表的联署信，召开一次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特别会议。与此同时，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藏人社区也在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常会期间，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举行和平游行活动，呼吁新任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女士在活动上发言时，感谢瑞士藏人社区成员肩负责任，为被中共镇压的境内藏人同胞发声。在游行活动结束后，与会藏人共同提交了一封请愿信，呼吁新任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听取西藏人民的呼声。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代表伽马森格和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于上周六9月24号应邀出席了中国民主联盟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抗击暴政、捍卫民主中共20大后的台海局势及两岸关系为题的研讨会。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在会议上致辞时，呼吁与会各界华人代表将西藏问题作为国际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强调西藏的自由斗争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针对中共政权在西藏实施的强硬政策。如果西藏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不仅有利于西藏人民，对整个华人社区也更加有利。驻台湾代表葛相坚参在会议上以从两岸关系看藏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为题发表了演讲。澳大利亚藏人协会的主席格桑次仁也出席了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民主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中共政权受害者联盟的代表组成的50多名各界华人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在波士顿藏人协会的协助下，于9月24号至25号在波士顿召开了第20届北美藏人协会年度会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并主持了会议。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顿珠次仁和丹增纪美、西藏基金会的主任洛桑念扎，以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的临时副主席丹曲嘉措女士作为特别嘉宾，
与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22名各藏人协会的主席和秘书长一道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应比荷鲁起点大学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于本周一9月26号出席了该校技术和设计中心举办的高管培训活动。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在活动上向参与者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达赖喇嘛尊者的人生4大使命，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通过和谈解决藏中冲突的努力。此外，流亡比利时的8名藏人于本周与280多个团队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今年在比利时举行的难民徒步活动。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珍根康女士发表了一份书面信函，鼓励藏人团队，并感谢活动主办方邀请流亡比利时的藏人难民参加徒步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与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举办的自愿游说西藏小组培训活动，于上周三9月21号圆满结束后，与会藏人代表共同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封请愿信。该请愿信涵盖了5个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的案例及相关建议，其中包括中国政府近期以清零政策迫害藏人的问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达关切和进行干预。期间，参加培训活动的藏人代表还参观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并旁听了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常会。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